公然为违反良心、违反法律的判决同样的类型就不同的处理。这个标准的就是违法滥权的判决。还有像这个特侦组检察官这个还没有这个侦办开始就排坐，这一些都是政治排战，就是政治斗争的方法在斗争一个前总统。另外还有什么岳方如啦、林哲训检察官，林哲慧还跑到这个日本去跟辜仲谅教唆串供，这样的检察官还是可以当台湾的检察官，所以台湾的司法让人家不相信。所以然后呢，马英九对于这个阿扁那个当初的案子无罪判决，他竟然直接公然发布言论说不能接受这种判决。然后又宴请司法院的院长、正副院长、秘书长，结果最高法院就用史无前例的违法的所谓的实质影响力，改变法律的见解，改变法律所明白规定的法定职权，然后违法违宪去判决阿扁定罪。我们认为这个也是最高法院接受马英九的干涉，公然干涉的审判。这个是马英九把张手介入整个司法，让台湾整个司法蒙羞的一个台湾的最脏的一个政治跟司法介入的情形。我们非常希望说，这一届的监察委员，我们认为说都是恶之士我们希望说你们来替台湾开创新局，把这些脏的、违法的、烂的司法人员把它除弊，然后呢，像这个马英九公然这个妨碍司法的公正也要把它揪出来，让台湾整个司法社会清理，这个要拜托委员，谢谢。